再来关心台中市政府验出大肠冷冻的猪肉片有微量的三肉精。昨行政院跨部会开几记者会，强调讲送验的45件样品拢无验出有三肉精。台中市政府今仔是强调讲，因针对3项的检体拢有检验2届，6届的检验拢有验到。嘛表示讲，今仔已经有接到大肠的申请，3天内会阁再验。台中市府验出大肠的假新肉有三肉精西布特罗，车市中央召开记者会，表示送验的45个样本拢无验出三肉精，变作个人讲个人瞎。台中市府初五嘛召开记者会，公布检验的图谱，强调确实是验出有0.002 ppm 的西布特罗。定性离子跟定量离子的一个比值也落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两者都落在这里头。好，那我们就确认了，它确实是含有西布特罗。台中市安处表示，伫咧检验三肉精西布特罗的部分，确实是有出现明显的数据。强调因是照卫福部食品当中动物用药残留量的公告，甲建议检验的方法，拢总抽验6届，拢有出现异常。因为市民有知影的权利，所以才会选择对外公布。我们没办法确定这样子验出这个瘦肉精的异常，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。所以基于保护消费者、保护市民健康的权益，所以我们必须及时的公布这个异常的情况。市府表示，顶个月15日，伫台中福利站抽验的大肠2项检体当中，就是假新肉的产品有问题，否认是实验室和检验的标准品受到污染，会配合中央的要求，甲原本的检体送到药事检验。不过中央嘛阁一再强调，目前确定毋是台地的过程发生高测污染。屠宰台场的猪，采样人员都有在监督，然后整个屠宰完消毒，整个消毒完之后，下午再屠宰其他场的猪。各县市目前嘛拢陆续展开稽查，台中市府嘛表示，伫咧初5早起有收到来自大肠的复验申请，预计伫咧3天内就会请各单位进行，4天就会当有结果。记者台中报道。